先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宝林地设信义区 A13百货公司，那亲像是发生食物中毒案，而且即马案情是继续在滚价。目前病院已经通报6例，台北市1999专线嘛有接到3例，拢讲是食煞了后身体无爽快。除了日去食炒粿仔条尾啊死亡姓李的死者以外，甲伊做伙食饭50岁的女性，有4个后续有4个民众，拢因为食煞了后身体艰苦去病院。其中有一个66岁男性，目前搁伫家护病房。台北市卫生局针对这间餐厅已经下令停业。卫福部嘛，甲这个案件列做重大的涉案事件。店门口站起来，并且彩牌仔顶头写3月26到3月27消毒时间暂停营业。这是伫台北市信义区关东百货专门伫咧卖素食的宝林地设，到26案为止，已经有9件通报案件。而且食过饭了出现敢若是食物中毒的案例，其中1位死亡。民众2人于3月22日中午至信义区 A13某素食餐厅用餐后，陆续发生恶心、腹痛、腹泻等症状，并至医院或诊所就医。另台北市卫生局于3月26日傍晚，陆续在接获北医、星光及三军总医院通报，民众3人分别于3月19日及3月21日于相同餐厅用餐后，亦发生恶心、呕吐及腹泻等症状。死亡的40岁姓吕的查甫人是伫咧弟弟，甲50岁女性的同事到店内食炒粿仔条加香兰肉茶，等去睡了，2个人拢身体无爽快。姓吕的查甫人落屎落甲正严重，2遍去看医生，而是因为急性腰肌衰竭死亡。当天用餐的人也不少啊，目前还在调查中呢。这9件通报案件，其中送到成功病院66岁查甫人，也搁伫咧家护病房。在加护病房，目前的检查就是细菌的部分都没有培养出来了，那症状也比较像是毒素的一些反应。卫生部将这件案件列做重大涉案事件，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勒令这间店停业。24起稽查采集相关检体，当场发现因无员工的健康检查报告，也有参与无清气的缺失。卫生局讲，伫进行爆发性食品中毒死亡的原因有刺激毒、麻痹性背毒、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、乌鹦鹉切加沙门氏菌。不过死亡的民众拢无食这类食物，就要等检验报告出来，才能判断是毋是甲餐厅的食材有关系。宝林地设是素食餐厅，创办人是马来西亚的华侨，本来伫咧做旅行业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转换跑道。一间出代志的店伫咧远东 A13的早期已经到期，本来伫咧3月30日就要结束营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